家平安。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加拉太书1章11到17节。保罗怎样成为使徒？第11节，弟兄姐妹们，我要你们知道，我所传的福音不是人想出来的。我没有从任何人接受这福音，也没有向任何人求教过，而是耶稣基督亲自向我启示的。我从前信奉犹太教时的行事为人，你们都很清楚。我不留情地迫害上帝的教会，极力摧残他。在同辈犹太人中，我比别人更积极地遵行犹太教规，更热心尊奉祖宗的传统教训。但是由于上帝的恩典，在我出生以前，他已经拣选了我，叫我来侍奉他。当他决定向我启示他的儿子，使我在外邦人当中宣扬有关基督的福音时，我并没有向任何人求教，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人，却立刻到阿拉伯去，然后返回大马士革。以上。今天的经文是描写保罗怎样成为使徒。在11到12节，保罗希望加拉太地区信主的弟兄姐妹知道，他平素所传的福音不是按照人的意思，不是人想出来的。保罗没有从任何人接受这福音，也没有向任何人求教过，因为他不是从人领受的，也不是人教导他的，而是耶稣基督亲自向保罗启示的。13节开始是保罗得救，回应成为福音使徒的见证。我们熟读这段经文，将它消化，可以改写成为我们向人传福音的得救见证，也就是先描述自己未认识耶稣之前是什么光景，然后描述如何遇见耶稣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，遇见耶稣后生命有什么改变。13节到14节，保罗描述他在信主之前信奉犹太教时的行事为人，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。他毫不留情地极力逼迫残害上帝的教会，想要彻底给他毁灭。保罗在众人围攻司提反的时候，帮证人看管外衣；在司提反断气的时候，喜悦他被害。保罗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，向大祭司求文书，捉拿捆绑信奉这道的人。这个时候的保罗，他是为犹太教大发热心，在同辈的犹太人中，他比别人更积极地遵行犹太教规，更激进、更热心尊奉祖宗的传统教训。15节，保罗强调他的遇见耶稣不是出于偶然，是那位把他从母腹里分别出来，又施恩呼召他的上帝。在他出生以前，就已经拣选了保罗，呼召保罗来侍奉神。16到17节是描述当保罗在大马色被主光照之后，主借着亚拿尼亚对他说，你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、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，也要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难。因此保罗被圣灵充满，既然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保罗心里，叫他把福音传扬在外邦人中，保罗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，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他先做使徒的人，唯独往阿拉伯去，然后返回大马士。今天的心灵光金句是加拉太书1章12节，我没有从任何人接受这福音，
也没有向任何人求教过，而是耶稣基督亲自向我启示的。但这是保罗的经验，不是我的经验，所以我选的金句是加拉太书1章15节。但是由于上帝的恩典，在我出生以前，他已经拣选了我，叫我来侍奉他。我确信每个人在出生以前都已经被神拣选，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要来侍奉他，要反射他的荣光。今天的感受是，保罗在信主之前为犹太教大发热心，信主之后为主耶稣大发热心，用尽全力燃烧生命，传承信仰至最后一刻钟。回想我在刚信主时，是那么单纯，那么喜乐，那么相见恨晚，那么热忱，希望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。我愿悔改，重新再得着。今天10月31日是迦南教会设教60周年，晚上7点半有迦南60宣教路感恩音乐会，借着诗歌与影片来回顾神所带领这一甲子的岁月，薪火相传，继续向前行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求你帮助我们恢复起初的爱心，帮助我们为你的国度大发热心，帮助我们将这个信仰传承下去，也帮助我们回到你面前领受你的启示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